来消息来看，台南市南区二林溪出海口本地海边有一个碉堡，也毋过因为海平面降低，沙坡地流失，即马敢若看到一部分的厝顶尔，其他拢沉到海里咯。环保团体是表示讲，这个出海口的沙坡地已经倒桥几啊百公尺，是一个真严重的警示咯。台南市水利局嘛表示讲，会个向水利署来争取经费，望讲当扩大沙坡地的面积。来到二林溪出海口，一透早就有民众来遮钓鱼。不过，这个沙坡较早其实搁较大片，面积唔难安尼。防坡底挡的时候，它那个落差真的是有时候都快到岸边。将来你这个沙子如果流失掉以后，对，就全部就是整个都地基就要掏空。要去钓鱼的话，从那个光走那个沙地要5分钟，上面有1分钟你就到了，你就到了啦。要有空洞。哦，所以比较困难。早期有真的有很多。对啊，我们拢无伊啊。提出台南社大提供相片比对，2004年二林溪出海口沙坡真大片，有300-400公尺长。同一个所在徛卫兵的江哨碉堡，到2009年，敢若会当看到一半。若即马碉堡煞予海水淹甲村厝顶，还伫水面顶悬，这嘛代表海沙坡倒桥的情形是不只要严重。然后这样的状况在台南七股西湖、北门西湖也一样，我们的沙洲整个在往东往内侧，然后变瘦被抹平。你在整个国土计划、都市发展的上面，你必须要去考量我们减碳的效果，我们对整个环境的改善到底帮助了多少？台南市水利局指出，最近这几年台南的海沙坡拢有倒桥的情形，市府嘛拍拼咧放慢倒桥的速度。针对二林溪出海口到黄金海岸这卡道，水利署第6号船分署用吞头补沙的方式，一寡互海水流去的沙坡已经有补回来啊。所以来市府嘛，搁再争取经费继续吞头。台南市政府自100年县市合并以来，已经针对于海岸侵蚀防护办理48件工程，投入经费约4亿元。市政府会再跟水利署争取经费，来扩大海滩的一个面积，减缓这个海岸退缩的一个时间跟速度。环保团体强调讲，虽然出海口北边黄金海岸吞头有效果，不过便若雨水期做风台，拢有可能受影响，并无采工。未来嘛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提早应对，做好防范，因应极端气候挑战甲冲击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